嗱，老東，我哋行過西關啦，咁西關一定要講下碼頭嘅，因為咧我哋聽人講咧，13行點解喺西關咧？係因為佢嘅水陸運輸係非常之方便，所以喺外來人嚟採購啊，或者將物資運出去啊，所以搞到咧呢一個西關咧係好多人去經商做生意嘅。咁因為有咗水陸咧，碼頭有邊幾樣嘢你係知道佢係有交易有運輸啊？按你嚟講，嗱，其實喺陸路交通未係咁方便之前啊，咁陸路交通未方便之前係講緊咩時候咧？就係我哋廣州市真正成為市咧，有個市字啊，廣州市喺1921年。咁我哋第一任嘅市長就係孫中山個仔孫科。咁孫科做市長之後，先至開拓馬路嘅，包括永漢路擴寬，包括人民南以前叫太平路、太平南路，咁啊包括長堤大馬路以前叫西堤啊，咁啊呢啲路通，佢其他車即係交通工具先至會通。咁你一般需要運輸比較重嘅物品或者比較大量嘅物品，基本上99%都係靠船，除非你好近嘅啫。你去花園運出嚟啊，因為你頭先講13行又好，或者係洋行又好，都係靠近珠江邊去批發或者係經營嘅。清末民初一直留到而家，都係原先個位啊。我哋今日行嘅海味街啦，以前嘅糧倉就喺黃沙碼頭啦，99%都係靠船嘅。喺我幾歲大10歲8歲嘅時候咧，我阿姑媽咧就喺623路嗰度住，所以我成日都喺恩寧路阿嫲嗰邊去玩，跟住行路過去姑媽度。咁咧喺沙基涌我係好有印象，就係有好多船家拎啲蕉啊、拎啲蔗啊咁樣就出嚟省城去交貨賣。咁咧喺沙基涌嗰度咧，嗰陣時嘅河邊咧仲有斜斜地嘅一啲樓梯級，咁佢搭條木橋上嚟就摁下就交貨上嚟呢度。咁亦都見到人做艇仔粥啊，所以黃沙碼頭呢樣嘢幾好。咁再講翻恩寧路地塊原居民搬遷嘅時候，亦都有一個姐姐過嚟送咗一樣嘢俾我睇。嗱，我唔開估，俾你估下呢一樣係乜嘢？俾你估下先。因為我呢個年紀咧就見過不鏽鋼嘅，所以我知係咩。當然佢冇咁利嘅，佢呢種咧會偷得更加精，因為以前嘅米袋咧係嗰啲尼龍袋嚟嘅。尼龍袋咧，你只要唔剪斷佢，你插啲咩入去，有幾粗度，佢都會埋口嘅。掹翻出嚟嘅。佢就埋翻口，即係抹一抹佢就埋口。良鋪咧就話插落去俾你睇下啲米啦，就咁靚㗎咁樣。其實咧就30斤一袋或者50斤一袋咧，就攞你半斤啦，梗㗎啦呢啲嘢啊，就係嗰種嘢啦。咁我哋見到嗰陣時候咧，我哋買米嗰陣時候去訂米啊，訂米呢句説話。訂米咧，我哋用嗰啲就係不鏽鋼嘅。但係我哋未經歷過，因為我係1978年出世。所以咧，但係睇電視睇過嘅，喺香港電視大噶嘛，佢用竹筒，所以不鏽鋼可能都好後期啊。其實如果講呢一件嘢，當時喺黃沙碼頭係做呢一個生意嘅情況底下咧，可能用到銅嚟講咧都幾奢侈嘅。咁我爸爸咧，即係呢個姐姐送咗俾我哋之後咧，我爸爸亦都將佢嘅故事咧口述喺度。嗱，麻煩你又睇一睇啦，我唔係好識睇。我稍為夠眼啦。蘇哥仔爸爸蘇師傅點樣寫咧？就係梁大姐在遷離恩寧路的時候，送來他爺爺在黃沙碼頭開糧店時使用過的取米器。這物品近8年歷史，天晴同藝。佢係爺爺，我諗清朝清朝咁清朝就係1911年之辛亥革命之前，百幾年。呢件貨係百幾年取米器。咁咧當時我亦都聽過，即係旁聽嗰一下咧，就係佢哋我嚟試米啦，即係試下唔同究竟呢一包嘢係乜嘢喺裏頭咧。第二就係可能佢有等級嘅，即係例如有冇發毛啊，啲質量係上乘定係中等定係下邊啊？冇錯。有冇變質啊？咁樣就攞嚟試。底面要同一種嘢，即係費事話你將啲發毛或者係將啲差嘅米放喺底，跟住面頭嗰陣係靚嘅，咁佢炒一炒啲泥沙嗰啲乜嘢啊？睇一睇佢個米嘅質量。所以咧，有時睇到呢啲咁樣嘅舊嘢咧，對我哋喺即
即係西關啊一啲舊事各方面咧，我覺得係幾好玩一件事嚟。鄉下冇嘅，呢啲一定係大城市裏邊先會用得着呢啲嘢。嗰個用銅，我覺得係比較奢侈一件事。係用銅係奢侈，用銅係今時今日都奢侈。我諗我影第二，冇人敢影第一吧。